嗰個叫咩？長流青史，佢嘅作品就係。我像個孤獨患者，自我拉扯。幻想的孤獨患者，需要人可。我其實唔想咁嚴肅嘅 encore 嘅時候，通常輕鬆啲。只不過最近我哋個音樂圈有一個好出色、好有才華嘅音樂人離開咗我哋，佢叫方大同。你自然掛住佢，你就會想再唱下佢作品。其實應該唔係淨音樂，係藝術嘅嘢，就係你記錄咗落嚟，就嗰個叫咩？長流青史，佢嘅作品就係，當然亦都可以遺臭萬年啦。佢一定唔係，因為佢嘅離開，我就諗咗，又諗到另外一隻歌。我哋每個人都會離開嘅。咁啊，當然我年紀越大咧，就會越接觸越多。從頭換個新的開端，就算不太像個樂園，也算是得到某些改變。別嫌，至少能那邊見。